今早起呢，有渔民伫咧花莲中的外海沿仔站发现一只已经死亡的海翁。专家到现场一个看，发现讲这只海翁呢，伊的长度有15米外，唔是一只少年的海翁，而且已经死骨了降落。究竟是倒一种品种的海翁呢？就要经过验尸才会了解。众人做伙白扫啊，头甲尾白好红，出动2台卡拖机，再甲海翁扭净化。海翁的腹肚拢膨起来，流真侪血水。海保署派人到场，海巡同步戒备游封锁线。接到渔民的通报，伫沿仔站内发现海翁。定置网是第一次看到它浮起来，然后我们渔工看到就通知我们老板。为空中翕落来，一旦看到大只海翁浮伫海面，沿仔站业者驶渔船甲伊游来岸边。海岸边已经有真侪人准备好各项工具，刷落处理。除了内部的通报之外，也立即回报了海保署第9工作站。那接下来死亡多日的鲸鱼，目前已经拖拉上岸。这只死去的海翁初步量测长度有15.4公尺，测试早起9点伫花莲中地外海，互渔民收网时阵发现的。目前判断是秋鲸类的大型海翁，应该是长秋海翁，还是大春海翁，可能性较悬。不过爱阁做 DNA 鉴定查清楚。应该是大春鲸或者是长须鲸这两种物种，但是确切是哪一种，可能还要等到详细的解剖。那花莲政府预计会同意那个移转这个处置权给海保署。他目前这个体长不是小朋友的长度，有确定他不是近期死亡，因为他看起来比较腐败一点，但是个体还算是完整。无论长秋海翁还是大春海翁，拢属保育类物种，伫台湾较罕见。下一步会由中华鲸豚协会就外观分析，是毋是气候网啊甜着，是毋是有外伤，所来初5就会就病理解剖，为品种、年纪也甲死亡原因，会当有更加详细了解。记者采访报道。